花莲丰滨乡港口部落今天有200多名阿美族人前往乡公所抗议。抗议的族人表示，早在民国79年，因为要将自己传统土地向乡公所申请原住民保留地，没有想到文件却遭当时公所承办人员遗失了，导致自己祖先留下来的土地，现在却变成了观光局东管处的用地。他们希望乡公所还给他们一个公道。 为了要向乡公所讨回公道，200多位花莲丰滨乡港口部落的阿美族人头绑抗议头巾，手持还我土地布条包围乡公所，要乡长出来给个交代。他们用枪、用炮抢了我们的土地，用他们的法律说这一切都是合法的，这都是政府的土地，这样公平吗？不公平！ 抗议的族人表示，早在民国79年，部落民众就向乡公所申请自己的传统土地改为原住民保留地，没想到文件却遭到当时公所承办人员遗失，导致祖先留下来的土地，现在却变成观光局东管处的用地。乡民要求乡公所出面负责，还给大家一个公道。今天只要乡公所愿意出自一个证明，就是那个土地过去确实是部落的族人曾经耕种的土地，而且愿意提出证明，是因为 作业上的一些瑕疵，如果说这个部分公所这边能够出具证明的话，那个各个单位他们可能会考虑就是土地归还给我们。面对要求道歉，并且签下承诺书承认错误，乡长无奈表示，那都不是在自己任内时候所发生的事，所以无法接受抗议民众的诉求。对他们的申请案件，你说是不是乡公所的疏失？我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人说是乡公所的疏失，对，因为那时候也不在我任内，不在我任内，我不晓得是不是他们弄丢的。你不能讲说你不能承担啊，乡长。由于双方没有交集，港口部落的族人继续在乡公所外持续抗议，并且会在近日包围东管处所占领的10梯坪祖先土地，而乡公所打算将此案件呈报原民会和国有财产局等相关单位来认定，希望能够平息争议。记者温家凯花莲报道。